車幾錢？飛劃堡好耐啦，不過成日閂埋門啊嘛，西斜啊。朝頭早曬咯，好犀利㗎。佢俾布遮住晒㗎，到唔曬嗰邊咧，佢就好似朝頭早啊。朝頭早唔好啫，早生。佢而家都唔知係咪又係揾一個嚟頂住，一調啊第二個嚟嘅。嗰啲綜合啊嘛，唔係醫生自己做㗎，係綜合診所嚟㗎都係。有開一間新嘅，但係變咗佢過去嘅地方嘅，嗰邊又多人啊。雖然大學入邊嗰度認識佢3隻名㗎，又唔掂，人哋收翻啊嘛，收翻好啊，即係唔知係點辛苦啊，收翻好收翻好，收翻好，可能自己啊會診所嘅，要邊度應該佢哋知嘅好嘅。翻啊好麻煩，開頭俾個大佬手啊，要做足啲下，啲下認為你做得好啦，嗰啲手嚟嘅啫。使用手提電話或流動裝置請調校收疫情咧，個手都爛埋，醫生手都爛埋，有幾講？最後一個我係要等我要上去嗰度。我話81K 飛站啊，佢遮啊，佢唔等你啊。揀嚟做乜咧？其實